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1月30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伊朗，聊一聊波斯看看伊朗局势现在到哪一步了。波斯湾上空继续阴云密布现在消息也比较多。首先是昨天这个特朗普又说话了，又在调戏伊朗神权，调戏这个哈梅内伊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我们正有大量规模庞大、实力雄厚的舰艇向伊朗方向航行，如果我们最终无需动用他们，那将特别好。总之言下之意告诉这个神棍政权，想不挨揍也有办法，就这意思，也不一定说必须挨揍，挨不挨揍呢，看伊朗表现。此前特朗普在社交媒体真相社交上发文称，美国舰队正迅速向伊朗方向行进，并已做好执行任务的准备。特朗普还表示美国若对伊朗发起下一次潜在打击，其破坏力将超过2025年6月的行动，并呼吁避免此类情况发生。给我的感觉这个脑海里就浮现出一个场景就是特朗普说我害怕血，我不希望看见流血。央视新闻报道是今天早上9点多，央视是这么说的他说当地时间1月2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肯尼迪中心对媒体表示，在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之际，他正计划与伊朗进行对话。总台记者获悉，特朗普表示他已与伊朗方面进行接触，并计划继续展开对话，同时再次以军事行动相威胁，敦促伊朗接受协议条件。特朗普在回应记者提问时称，我已经有过对话，而且还计划继续。他同时表示美方已向伊朗方向部署非常强大、规模庞大的舰艇力量，并称如果不必使用这些力量，那将是好事。特朗普未透露具体对话对象，但明确指出已向伊朗传达2项要求。就是特朗普对伊朗的这个神棍政权，对哈梅内伊有2个方面的要求。第一个就是不得拥有核武器，第二个就是停止镇压并杀害抗议者。特朗普声称伊朗必须做出改变。这个与其说是特朗普给伊朗神棍政权给哈梅内伊解压，还不如说这是最后通牒实际上潜台词就是留给哈梅内伊时间不多了。根据路透社的报道说多位消息人士称，伊朗总统正在权衡对伊朗的各种选项，其中包括对伊朗安全部队和领导人进行定点打击，以鼓舞抗议者。与此同时，以色列和阿拉伯官员表示，仅靠空中力量无法推翻伊朗的宗教统治者。大家一定要记住了特朗普的话只能参考，你要看他的行动。去年6月份，特朗普派那个 B2 隐形轰炸机轰炸伊朗的核设施的时候，之前似乎好像也是风平浪静，结果哪知道特朗普不讲武德，大半夜里对吧，派隐形轰炸机去轰炸伊朗。但是你也不能说特朗普完全在胡诌。有媒体报道伊朗终究还是妥协了，通过土耳其传递信息，愿意就核问题和美国重启谈判。根据央视新闻报道，土耳其外长费丹在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通话后披露，伊朗已准备好就核问题重新启动谈判。土耳其自由报也报道称，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已与特朗普通话，提议美国考虑在安卡拉或伊斯坦布尔和伊朗恢复外交对话，以谈判方式解决伊朗核问题。所以很明显伊朗的神棍政权是通过土耳其安卡拉向华盛顿传递，并且积极回应了特朗普的谈判信号。也就是伊朗至少现在嘴上很强硬，表面上动作也很强硬，实际上背地里跪得很丝滑很麻利的就跪下了但是跪得彻底不彻底，是不是边跪边讨价还价，那这个还再进一步观察。为什么说不能看特朗普说什么呢？还是要看特朗普在做什么首先美军向这个波斯湾调动军队，还是紧锣密鼓的在进行。参与袭击委内瑞拉的同一批 F-35A 战机和 EA-18G 就是咆哮者电子战飞机也就是在这个委内瑞拉大显神通的电子战飞机各6架已经抵达西班牙的叫莫龙基地，显然将被部署在该地区以攻击伊朗。一些 KC-135 也从琉球向迪戈加西亚飞行。德尔伯特 D 布莱克号驱逐舰通过苏伊士运河已抵达指定位置。
置。所以从这个动作上看啊，美军已经到了何时开打只等命令，而不是怎么打的问题。五角大楼将做好准备，满足总统特朗普针对伊朗的指示。根据路透社报道啊，说美国战争部长郝格塞斯星期四，就是1月29号说啊，伊朗可选择与美国达成协议，不应寻求核能力。另据法新社报道，伊朗警告，如果美国发动袭击，伊朗将立即对美国基地和航空母舰进行打击。法新社28日引述匿名美国官员报道，美国已在中东部署10艘战舰。这名官员说啊，除了林肯号航空母舰与3艘随行的驱逐舰，美国在中东还有另外3艘驱逐舰与3艘滨海战斗舰。战争部部长郝格塞斯啊说，军方已经做好准备。看样子啊，这个特朗普啊把这个国防部改成战争部啊，原来是早有预谋啊。我们再看看这个伊朗方面有什么反应啊。我一直说啊，美国对伊朗的这种围堵高压实际上就是猫捉老鼠啊。这个经济学人报他是这么评论这个特朗普的，他说啊，特朗普真要对伊朗动手吗？说去年特朗普给伊朗2周期限，结果3天后就发动了空袭。英国的经济学人杂志28日以美国会打伊朗吗为题分析指出啊，他说特朗普口中的谈判意愿可能只是战术烟雾弹。近期美军在中东大幅强化军事部署，多项迹象显示美方或正在为伊朗发动空袭做准备。长期追踪航空应答信号的观察人士发现，美军近期出现多项耐人寻味的动向，大量空中加油机进驻乌代德基地，用于搜救被击落飞行员的搜救机正自美国本土向东调动，可监测伊朗雷达、拦截通信并绘制兵力部署的侦察机活动显著增加。同时，兼具空中通信中继功能、可支援搜救任务的特种飞机出动频率明显上升。利用公开数据追踪飞机与船舶动向的分析人士沃特金斯认为，这些迹象清楚地表明空袭可能很快发生。不过，经济学人指出，特朗普的真实目标仍不明朗。外交界目前提出3种可能情景：第一种是象征性打击，例如针对主导近期国内镇压行动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实施有限空袭，以展示美方划定红线，但不触动伊朗政权根基；第二种是扩大军事行动，试图通过斩首行动推翻现政权，但这一方案在阿拉伯国家和欧洲内部普遍不被看好。分析认为，若要奏效，空袭可能持续数天甚至数周，所需兵力和火力将远超当前的部署，并极可能引发地区大战。伊朗或将反击波斯湾地区的美军及其盟友基地，以色列也可能趁机重创伊朗不断扩张的导弹力量。出于对冲突外溢的担忧，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已拒绝开放领空，用于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第三种是混合行动模式，即美军先对部分伊朗高层目标发动打击，随后再与残存政权达成妥协，类似此前对委内瑞拉采取的策略。报道同时指出也不排除美伊在最后关头达成协议，避免军事冲突。特朗普的中东问题特使维特科夫曾表示，美方追求的协议不仅涉及核问题，还包括伊朗的导弹库存以及其在地区内代理人网络。也就是特朗普这个人说话颠三倒四的。经济学人提醒他说德黑兰未必会信任美方的承诺。也就是有前车之鉴说外界对美方当前释放的谈判信号保持高度警惕。面对特朗普的高压，面对特朗普抛出来的诱饵，对吧？谈判，这个伊朗也做出了这个强硬的反应伊朗是把这个叫煮熟的鸭子嘴硬发挥到极致，船身上下就是嘴最硬首先是伊朗宣传渠道散布新的宣传图片，描绘了对美国海军的大规模袭击和美军的大量伤亡。这个100多年前我大清也有这样的场景伊朗革命卫队叫梅尔通讯社发布了一段名为法老沉默的视频，引用了一段经文，说当你们观看时，我已将法老的人民淹死。这个视频里面展现了这个美国的国旗不光这个伊斯兰革命卫队还曝光了一条位于海床之下的导弹隧道，该隧道旨在用于向美国航母发射
巡航导弹，也就是伊朗的神棍政权啊，不仅在宣传，而且在秀它的这个肌肉。很有可能啊，伊朗已经向正义联盟老二引进了一些这个宣传人才啊，对吧？拍一些这视频啊，什么手撕美国鬼子，脚踢美国航母，尿呲啊这个 F-35。这还没完啊！根据伊朗武装部队总司令的命令，1000架战略无人机已于今日配发至陆军各兵种。陆军司令叫哈塔米少将表示，此举将增强快速反应与威慑能力。需要重点说明的是，这1000架战略无人机啊，是专门打航母的，简称航母杀手。这个美军不是宣布要在那个波斯湾要搞那个军事演习吗？结果啊，人家伊朗啊抢先一步，伊朗将在霍尔姆斯海峡举行实弹军事演习，针对美方持续施压。当地时间29日，伊朗通过其高频无线电向过往船只发布通告，宣布将于2月1日至2月2日在霍尔姆斯海峡举行军事演习，演习内容包括实弹射击。据悉，此次演习可能对途经霍尔姆斯海峡的航运活动产生影响。伊朗官方尚未就演习具体规模及安排做出公开说明。什么意思呢？我举个例子啊，也就是高速公路上本来对吧，这个车水马龙的对吧，结果这时候突然有人说我要修路对吧，这3条道上占2条修路，那你说那高速公路马上就拥堵了啊！这个我想经常开车啊走高速的人深有体会。伊朗在这个霍尔姆斯海峡，那本来那地方就拥堵啊，他在那儿搞演习，那一定给过往的那个油轮呢造成这个叫拖延吧，本来对吧很快能通过的，这回你要等2天，你先歇着。伊朗通过这个方式啊，实际上他不是给美军施压，他是给全球这个石油市场、石油交易施压。伊朗不光是啊做宣传秀肌肉，伊朗也采取了啊叫深挖洞广积粮，备战备荒。根据这个新华网报道啊，说据伊朗媒体29日报道，伊朗首都德黑兰市政府已启动战时避难设施建设规划，包括将地下停车场改造为平时停车、战时避难的双用途空间。伊朗光明通讯社援引德黑兰市市长扎卡尼的话报道说啊，12日战争后修建避难设施、设立防空警报以及在可能发生战争的情况下保护民众的工作已被列入城市建设计划，其中包括将地下停车场的紧急情况下转为避难场所。目前已确定2个试点地点，未来将在各社区逐步推广。也就是伊朗啊，现在在搞这个深挖洞广积粮，备战备荒。但是我觉得啊，伊朗的神棍政权啊没必要，因为这个美以军队啊，它不是以平民为目标，人家炸的都是那个军事设施、通讯这个指挥所、中枢这些东西，所以伊朗老百姓啊大可不必那么紧张啊。一旦美军动手啊，伊朗的老百姓远离那些军事设施就完了。我们再看看这个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他是怎么说伊朗的啊？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听证会上，当被问及伊朗政权更迭后会发生什么时，卢比奥说那将是个未知数，说没人知道谁会接任他们的体制分为最高领袖和直接听命于他的伊斯兰革命卫队2部分。也就是说，这个伊朗的这个神棍政权啊，在卢比奥看来啊，就是最高领袖，还有下面就是伊斯兰革命卫队，还有一些准明显人士。这指的是谁呢？卢比奥说啊，就是那些在电视上穿着西装的人，他们是各自政治分支的一部分，但最终他们的一切行动都必须向最高领袖汇报。也就是哈梅内伊啊，是那个金字塔的塔尖，塔尖下面这边是伊斯兰革命卫队，那边是穿西装的人，无论他们谁都是向哈梅内伊汇报啊，说他们是最终向最高领袖汇报。我认为如果最高领袖和政权垮台，伊朗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说没有人能给你一个简单的答案，因为这里面就涉及了这穿西装的人和伊斯兰革命卫队之间的这种矛盾。他说情况会比委内瑞拉描述的情况复杂得多。卢比奥警告称啊，他说伊朗的权力结构比委内瑞拉更加根深蒂固且制度化。卢比奥说啊，伊朗的双重权力结构，一方面是穿西装的人，比如总统和内阁，他们在国际舞台上露面，但在实质决策上
权限有限。也就是伊朗穿着西装的人，他们是跟国际舞台打交道的，实际上他在国内没什么权利。说另一方面是最高领袖和伊斯兰革命卫队，伊斯兰革命卫队直接听命于领袖，且在经济和武装力量上在伊朗占据统治地位。这意味着即便民选官员层级发生更迭，也就是总统这边总是换，这个哈梅内伊已经熬走了6任总统，只要伊斯兰革命卫队依然存在，政权的本质就不会变。卢比奥强调他说没人知道谁会接任，实际上这也反映了美国对哈梅内伊这个如果被抓或者被处理掉以后对伊朗的这个政权一种担忧，也就是他跟委内瑞拉还不一样，伊朗目前缺乏一个明确统一且能被各方接受的继任者。如果政权突然崩塌，可能导致伊斯兰革命卫队各派系间的内战，甚至是更大规模的地区动荡。而且伊朗的这个神权体系融入了宗教意识形态。卢比奥的讲话某种意义上就是暗示美国在这一问题上不是寻求简单的武力更迭，而是对政权倒台后如何处理才是重点。那我们再看看这个国际社会对伊朗的局势是怎么看的。首先是伊朗对周边国家既是打电话一边威胁什么，就是到时候如果美国利用你们国土对我们进行打击，那可别怪我不客气，一定会反击，就是威胁一方面又希望这些国家出来劝一劝特朗普，对吧？让特朗普不要发疯，有话好谈，大哥要面子。你看根据央视新闻报道，卡塔尔的国家元首叫塔米姆，当地时间1月29日与伊朗总统佩泽希奇扬通电话，双方重点就当前伊朗及地区局势进行了讨论。双方强调，通过对话和外交方式处理地区问题，有助于巩固地区和平与安全，符合本地区国家的共同利益。我能理解中东的这些阿拉伯国家也就是他们也不相信特朗普。不相信特朗普指什么呢？就是你特朗普做事你要果断，叫一不做二不休。这个心态和以色列是一样的，甚至比以色列更加谨慎。以色列说了你美国如果是以政权更迭为目标，那么以色列愿意承受伊朗这个700枚还是3000枚弹道导弹的打击这种威胁，就让他炸一下，值得。如果你美国只是来炸一下来教训有限打击伊朗的这个神棍政权，那没意义。那我以色列伊朗这个导弹的报复就不值当。这就是以色列态度那么中东国家阿拉伯国家态度差不多如果你特朗普一不做二不休，上来就要奔着灭这个神棍政权，那我们也忍了。你别上来打一下，然后后面跟人和好，对吧？你一倒是皮厚，你不在乎，那这周边这个国家就麻烦了，得罪了一个恶霸，对吧？这不就是地缘政治吗？所以我给翻译一下就是中东的伊朗的这些周边国家，这些阿拉伯国家就一个要求，你要打你就真打，认真一点，把它推翻，要么就别打就是欧洲美国的这些盟友，传统的盟友，他们是什么态度？根据这个卫报报道说英国不太可能参与美国对伊朗的先发制人打击，但已表示如果伊朗进行报复，英国愿意协助保卫地区盟友。英国皇家空军台风战斗机近期部署至卡塔尔，反映出英国支持自卫行动的意愿，特别是保护卡塔尔及其他海湾国家免受无人机或导弹袭击的危险。英国官员表示此次部署是应卡塔尔请求进行的，具有防御性质，旨在保护关键设施安全。那英国的态度很明确他是不会帮特朗普去主动攻击伊朗，但是如果你伊朗挨揍了，你最好是老老实实挨揍就完了，你可千万不要报复周边的这个阿拉伯国家。你要敢报复周边阿拉伯国家，那我英国就要动手，就这意思反正英国不主动去打，但是你伊朗如果挨了美国的揍，你报复周边的国家，那英国就要动手。路透社还报道说特朗普计划对伊朗政府和安全机构领导层发动打击，以便反叛分子能占领政府大楼并推翻现政权。这个路透社说的挺吓人的说特朗普正在考虑如何向示威者保证他们可以成功冲击并占领政府和安全设施。德国总理莫尔茨他说一个只能通过对其本国人民实施赤裸裸的暴力和恐怖来维持权力的政权，其时日已经屈指可数，这可能还需要几周时间，但这个政权没有治理国家的合法性。这就是德国的态度认为伊朗的伊斯兰政权这个神棍政权已经没有合法性了。这个还没完这个欧盟终于在与伊朗的这种暧昧关系中
中啊，现在已经立场越来越清晰了啊。为什么说欧盟跟伊朗的关系比较暧昧呢？还是伊朗啊，他那个伊核协议应该是2018年吧，那个特朗普突然翻脸，认为伊朗在搞这个核计划，对那个以前达成的这个伊朗的核协议啊没有完全遵守，所以美国啊他就单方面，就是特朗普啊单方面退出了，继续对伊朗施加制裁。而这个时候伊朗啊他就犯了糊涂，伊朗本来是可以跟欧盟啊就是争取欧盟的，因为欧盟还没有表态，只有美国特朗普一个人啊退出了这个协议，对伊朗进行制裁。欧盟是一种暧昧的态度，结果现在啊欧盟立场明确，欧盟的外长卡拉斯说啊，他预期各方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列入恐怖主义名单达成一致，此举将使该组织与基地组织哈马斯和达以沙处于同等地位。卡拉斯强调啊，若某组织行为如恐怖分子，就应被同等对待。为回应伊朗政权的血腥镇压，欧盟拟将伊朗革命卫队列为恐怖组织。欧盟于2026年1月29日正式达成一致，将伊朗革命卫队列为恐怖组织，这标志着欧盟对伊朗政策的历史性转向，也就是欧盟的态度啊清晰了啊，以前是模糊的，也就是伊朗的腾挪空间啊越来越小。如果说欧盟啊态度清晰，这个还不算啥，对吧？或者叫预料之中，那么正义联盟的老大这个态度那就更加出乎意料了啊。有很多媒体报道啊说普京已经准备牺牲伊朗了。我们先看俄罗斯官方的报道啊，说俄罗斯官员称俄方已准备好从伊朗布什尔核电站撤离工作人员。这什么意思啊？俄罗斯国家核能公司负责人阿列克谢·利哈乔夫表示啊，如有需要，莫斯科已准备将其工作人员从伊朗布什尔核电站撤离。实际上啊，在去年6月份，以色列和美国轰炸这个伊朗核设施的时候，内塔尼亚胡啊，据说啊向普京保证不轰炸这个有俄罗斯人在的这个就俄罗斯专家在的这个核电站。那一次啊那么危险，俄罗斯人都没有撤离。这一次啊，俄罗斯人啊要从叫布什尔核电站撤离，什么意思啊？这中间的意味啊，大家自己去体会。2025年6月，美国最近一次对伊朗核设施的袭击并未波及布什尔核电站。普京此前表示，有数百名俄罗斯工作人员在该核电站工作，这一回要撤了。还是英国媒体报道啊，说普京称愿意牺牲伊朗，由于俄罗斯自身仍深陷乌克兰战后局势的重构，且不愿与攻击性极强的特朗普发生直接军事对抗，普京已向伊朗发出含蓄信号，俄罗斯不会为保护伊朗政权而与美国开战。俄罗斯外交部近日建议公民不要前往伊朗，这通常被视为该国评估局部战争已不可避免的预警。这是英国媒体报道啊。实际上啊，普京啊恐怕跟特朗普也有私下勾兑啊，那个价码就是伊朗的核计划。那据说普京跟特朗普达成一致，达成共识，就是简单点说，就是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所以你就能理解啊，为什么去年6月份打得那么激烈的时候，几百名俄罗斯核工业人员都没撤离，这一次要撤离了，不言自明啊。伊朗再一次被正义联盟大哥出卖了，当成筹码交易了。但是啊，这个正义联盟大哥把小兄弟当筹码交易，然后他又再一次啊把二哥推出来了。这个又是今日俄罗斯报道啊，这个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谈美以针对伊朗的主要动机，说啊，这美国以色列啊对伊朗这样不依不饶的，他动机是什么？动机是涉及俄罗斯、印度、朝鲜等国。这个今日俄罗斯是这么报道的啊，他说1月29日，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接受土耳其媒体采访，并回答了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政策主要动机相关问题。这主持人提问啊，他说在您看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政策主要动机是什么？拉夫罗夫表示啊，这些可能都是主要动机。拉夫罗夫指出啊，早在拜登政府时期，美国就开始说邪恶轴心，而是真正威胁西方霸权地位的轴心。也就是说啊，拜登就是不提什么邪恶轴心啊，拜登提的是威胁影响西方霸权的这个地位的轴心。那么照这个理论呢，这里面就包含俄罗斯、印度、伊朗、朝鲜总之啊就是那个正义联盟啊。就是拉夫罗夫说啊，这个拜登啊他闭口不提什么邪恶轴心，他提的是威胁西方霸权的地位的轴心，那不就是正义联盟吗？对吧？你西方霸权，正义联盟是反西方霸权的嘛，所以说啊就是俄罗斯、印度、
伊朗、朝鲜。这个拉夫罗夫说啊，有时候还会加入我们的盟友白俄罗斯。也就是说，这个白俄罗斯到底是不是正义联盟的不一定，有的时候算，有的时候不算，是吧？美国的这种想法存在，他们对此从不遮掩。也就是俄罗斯人，对吧？你干啥？你非要把正义联盟老二拉上干啥呢？对吧？人家正义联盟老二只想做点生意，只想无上限，这自己挨打，动不动把这个老二拉出来背锅啊！可见啊，这个俄罗斯人叫狼子野心呐。这个正义联盟老大啊，就这么深深的把老二的这个脑袋往这个电梯里塞呀。当然了，也有啊，这个老二的基本盘主动把脑袋往那个电梯里塞的。现在这个正义联盟啊，这个小兄弟伊朗已经到什么地步了啊？由于伊朗的这个局势动荡不安啊，德黑兰市场出现极度恐慌，民众疯狂抛售本币以换取美元和黄金，试图在可能的战争爆发前保值资产。由于物价飙升和能源短缺，德黑兰大巴扎也在停摆，直接切断了里亚尔在传统贸易体系的流动性，导致货币失去了最后的支点。我刚才看了一下啊，这个伊朗的汇率崩盘啊还在继续中，现在是将近170万里拉尔兑1美元，那也就是里拉尔比那个废纸还不值钱，这个就瞬间推高进口商品的价格。在德黑兰，基本食品如面粉、食用油的价格在过去48小时内上涨了约20%到30%，普通民众的购买力几乎在一夜之间蒸发，老百姓过不下去了，手上的钱变成了废纸。所以我说啊，无论特朗普打还是不打，只要他这么围下去啊，只要他这么施加高压，伊朗一定会不战自乱。当然，伊朗内部啊各派别认识到，如果把这个神棍政权啊，把这哈梅内伊交出去啊，神棍政权倒台，他们就能获得重生。你说他们会不会铤而走险？就他内部就会发生变化。毕竟，对吧？特朗普要的只不过是个神棍政权。当然，这个咱们要解释一下啊，就是特朗普他要的实际上是伊朗不要反美，不要搞核计划。那不要反美，不要搞核计划，那个神棍政权他做不到，他这个人设就是反美。如果不反美，这个神棍政权他就失去了合法性。所以在伊朗国内啊，要达成一个共识，这个神棍政权这一垮台，哎，大家就有饭吃了，老百姓就有日子过了，那么它内部啊就会起变化。所以说啊，我认为今年啊这个神棍政权很难熬过去，特朗普继续施压，如果要动手的话，那就会加快这个进程。如果动手的话啊，那美国特朗普他恐怕就面临着一些未知的风险和成本。不战而屈人之兵呢，那特朗普的这个成本就会低，风险小，但是这个时间不可控。总之啊，这个伊朗的神棍政权已经进入倒计时。最后我再想说一句啊，这几天啊我看了这个伊朗近100年的这个发展历史啊，我才发现原来伊朗跟印度是一模一样的，就是这100年走过的路啊，所以我们要多关注伊朗。就是为什么在每次在最紧要的关头有2条路可选的时候，伊朗总是选最差的那一条，这是历史的巧合吗？还是说自身的文化、自身的这个基础、基本盘的状况决定的？这个值得大家思考。所以我们要密切关注伊朗，这一次伊朗会不会又选择错了？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欢迎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